虽然讲咱台湾正做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的国家，不过结婚的对象其中一个人，因的国家若准是无允准同性婚姻，伫台湾就是袂当登记的。有一对日本甲台湾的情伴，就因为安尼生，去互户政机关拒绝登记。今仔日民间团体为着因召开记者会，因表示讲目前已经提起行政诉讼。数日後、私たちは戸籍事務所に婚姻届の提出に向かいました。しかし、私が日本人であるという理由で受理されず、否担に触れました。深圳对看台湾的罗阿秋甲来自日本的友吉英三郎是交往超过6年的跨国伴侣，但是因为日本无承认同性婚姻，致使因无法度伫台湾登记结婚。潘立明表示，已经替因提起行政诉讼。内政部行政命令给他们说，婚姻之成立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。因此，如果有一方当事人来自同婚不合法的国家，那么这个婚姻就无法在台登记。今天只要阿树或有吉换了一个性别，他们今天结婚毫无困难。所以这件事本质上其实就是性倾向歧视。针对跨国同性婚姻的困境，监察院嘛伫支持公布调查报告，呼吁行政院甲司法院等机关爱紧完成修法。潘立明表示，因真肯定这摆调查报告。大法官释字748号解释，当初在2017年5月24号做成的时候，是给立法机关2年的修法期限。监委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，司法院提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修正期程，其实逾越了这2年的期限。送到行政院之后，行政院又耽搁了1年多，目前也还没送到立法院。友吉英三郎目前是以工作签证的方式，才会使踮伫台湾。潘立明建议，伫完成立法进前，先研究相关的行政措施，放任跨国伴侣移情居留的权利，或者跨国伴侣会使先放心踮伫台湾，望跨国同性婚姻会使赶紧伫台湾全面合法。记者郭冠长随台北报道。